日來買板就是講有娘惹糕、豆薯包、雞肉飯糰，然後那個香蕉糕，還有我們的那個水果茶。我今日買的就是這四五樣東西就錯啊，係啊。普通就是在菜市場，就是或是說平常就是可以吃得到的。可是台灣人不是去搞啊，不是去搞啲東西，我就是買本台灣人吃啦，係啊。台灣人啲真多人賣來賣啦，自家人來台灣人嘛是賣啊，嘛是賣來吃啊。這一個今天的是新的產品，娘惹糕市場顏色，可以參考看看。這是，係啊，這是我老公啦，幾時就是來出來聽上我兜啥，聽上我還要買東西啦。係啊，恁我兜啥出來買東西的，佢都會出來聽上我啦，係啊。哎，沒有拿袋子哦。Nama saya Chai Cui Fang. Saya datang dari Indonesia Pontianak. Saya tinggal di Chiai Min Siong. Saya Sabtu Minggu menjualkan makanan Indonesia dan mengenalkan makanan Indonesia. Ngay đi hả họ去跟師傅做東西啦，去鋪子。個好用個家己兜啥用幫人做東西做人嘅東西啦，佢兜啥唔是識個，就你啱就是去家己兜啥用幫人做用去啦。我今日下晝佢兜啥做迄個綠豆糕，台灣的特邀人家來看電視，講安怎人做，唔是識啊，特別你行我兜啥，我做的是個梅唔是用，就你我兜啥做，看甲台灣的冇買是用就錯啊啦。今日我帶師傅做綠豆糕。是因為佢師傅很細，佢兜啥就是講本佢做兜啥就是可以捏的東西，讓他們就是可以就是有手感。我的課程因為媽媽跟孩子可是有親子的關係，讓孩子可以感覺到說，哎，這個東西是還不錯玩的，對，就可以吃的那種的，對。綠豆糕是很有，就是在甜點上來講的話，他們印尼的這個甜點算是很有名，而且本身翠芳老師他在我們做就是那個新住民的課程上過很多次。那現在開始我們的練鼓掌，翠芳老師來跟我們組成的。但是你們有收到材料了嘛？然後裡面的話就是因為它是比較軟小朋友如果要捏的話一小些然後那個模具啊，就是你們就是看那個孔，你們選一個花樣剩下的就不要動了。放進去之後，它前面有一點那個東西，你要轉一下，要轉一下之後，它才會把它卡住。如果太大的話，你們可以把它弄小一點。因為這個模具是50克的。用大拇指壓壓壓。我們平常都會來親子館這邊活動，因為可以讓小朋友自己嘗試動手做，而且其實也可以讓他理解一些不同國家有一些不同的風俗民情，覺得蠻棒的。而且可以讓小朋友動手，他這樣可以蓋模具，也覺得蠻有趣的。然後這樣小朋友就可以讓他在學齡前期就可以先來接觸一些團體的活動，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點。之後上課也可以減少一些跟媽媽的分離焦慮。對。來，好，只有這樣子，輕輕的壓下去，它就會出來。
會不會太大塊？哎，是還好了，它是帶得起。我寫有想啦，做老師啊。不過在印尼的話就是很窮，沒有機會啦。因為沒本個群魔啊，所以我想的話，講來台灣了後，我是希望按多用東西了，我就是想到講，我往擺上會做會生勢，你下來到台灣就做嚟做。來你啲台灣研究啊，就是講一家有印尼物嘅東西，來本台灣人看，台灣人做熱度，一家印尼人嘛做熱度啦。誰做的？你做的？我妹妹做的，好棒哦！呀，我老婆其實她覺得自己自卑的時候，我會時常的鼓勵她說：“你既然有機會來到台灣了，你想學什麼，我會背後的支持你，去陪伴她。”我會一直陪伴他身邊，就是說，既然我們從那麼遠的地方把他娶過來的話，我們又要盡一些我們自己要盡的義務，陪他一起成長。大拇指，這個大拇指，不是他太小，這樣子呀。教人家做東西用時候，自家心肝上自然歡喜就錯啦。係啊，因為看按多先生和教人就是教按成功，就是按多人家就是按歡喜用去啦。係啊，因為寫下到台中迄度本人家群魔嘛，所以有啲啱就是講做先生嘅話，就是做得本人家跟住起就錯啊啦。我要做的是南瓜糕，因為我明天要擺攤啊，所以我就是今天會做南瓜糕，還有娘惹糕、雞肉飯糰，還有那個豆薯包。哎，我明天早上要去擺攤。這個是香蘭榨的下去煮的水，加椰奶，這樣子做起來會比較香啊。不止南瓜香而已，就是有香蘭的味道。壓成泥就不會太細了，這樣子的話吼，南瓜糕才可以吃到那個果肉了。本來我嚟印尼，我就是愛上就一家快店啦。我印尼本來就有上啊啦。來台灣之後沒多久，在這邊，因為我住在工業區嘛。我有在想說，我是不是有開一個店，還是開店，開20日吧？我喊我家用啦，喊我家用去咪好趕快看啦，應該是做誰嘛？然後就是因為我家用鳥印尼買，就人家來買可能佢鳥多鳥講，嘿然後佢就講，因為佢我家用迄個木，趕快都曬不是唔日用。看見用去腳唔係，我都想我講老公講啊無，自家先收起來好啊啦，唔會做啊啦。我都想開店冇開咪好冇有成嘛，所以我是講吼，擺市集我想我嘛做得咧，就啲我都是擺嘅。你看我這個月10月份，我大概有5天都在擺攤，都是大概在禮拜6，次數蠻多的。我現在要用的是娘惹糕啊，然後是娘惹糕的配方。娘惹糕歷史，印尼跟馬來西亞東西是一樣的，只是它的故事會不一樣。印尼的話，只是知道說，像台灣這邊就是變成千層糕啊，可是馬來西亞是講娘惹糕是一個故事，就是娘惹就是一生一個女生，把一個啞巴女生嫁了一個一個軍人，然後在她的故事裡，就是她媽媽教她做這些娘惹糕，才是養活她自己。對，所以才變成娘惹糕。
定要看啊，不然會忘記啊，我怕會弄錯啊，沒辦法。因為我之前做的都做起來都爛爛的不好，就是做起來就是沒有很 Q， 所以我就一直換換到這個我就把它寫起來，就自己慢慢用。基本上是媽媽會教啦，因為媽媽家裡有，如果我會做的話會教啊，我沒有，因為我就是都是看網絡做的。因為我嫁到台灣很久了，所以想吃的話，就是自己想辦法自己做。我的娘惹糕是減糖減很多的，基本上印尼人是吃很甜的。我希望這是新鮮，然後東西就是純香蘭做的，不是色素做的，所以我自己做自己吃比較安心，何況別人。我賣這些東西，第一個是要出去，就是跟人家就是互動，做一個膽量。冇想到愛賺錢啊，我想講吼，做跟人家做下用去啦，係啊，看安多年呢，冇辦法愛袂驚嘛，驚人嘛，你行還是講吼，我去買東西，把我自己的膽量會變夠好就錯啊啦，係啊。有時候我是想說，像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已經這麼累了，為什麼還要把自己搞得那麼累？其實說哈，這個是他的興趣啦，他是自己想做自己的家鄉的點心，這個東西好吃，給台灣的人跟他分享。他做的點心是好吃的東西。我的想法是說，我一方面可以借着這個擺攤市集，學一些做生意的一些方法。因為我們之前就是說，我們想去做一個小生意，他賣的點心，我可以負責跟他推銷。瓦斯有帶嗎？有啦。我們今天就是要參加嘉義縣政府那個參葬那個國際日啊，然後今天的就是有擺市集，要提早到，不然人很多，然後車又很多，沒辦法卸貨。我想講吼，嘛是從上行都使去擺攤。雖然你冇去料，可是你去料嘛是會累啊。你出去買東西，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很多地方嘛強髒的啊。從上行從花就開了啊，個花海買東西，迄張相現在袂漲呢。你要從民雄。對呀，民雄那個交流道旁邊那條一直走去溪口啦。走。比較快吧。我去買東西吼，我老公係啊，恁都袂睇我出現，我一家唔得，一家買來個東西按多啊。翠芳既然有興趣要擺攤的話，我就去幫忙。反正在家閒也是閒着，沒事情做。誰比較黏誰？你比較黏他，還是他比較黏你？就是你們一定都要團進團出。應該是我比較黏他，我覺得他自己能自己處理，我都會跟。其實說真的啦，有夫妻共同生活的話，就是彼此互相幫忙啊、照顧啊，感情會比較濃厚一點嘛。我是這樣的想法，這樣啊。最晚幾點？
我们7點半之前一定要到啊，不然他們7點半他們的那個採接的人來的話，我們就沒辦法在那個他們好像7點半就封路了。應該搞不好是不夠，因為我等一下還要放一點進去，先這樣子吧。這個之前我在嘉信實驗室學的啊，他們有教說擺攤要好看的還要怎麼用啊，所以這些都是從那邊學過來的，不然原本我的位置是沒有這樣子的，大家來都是會跟我這個拍照，所以我就很幸運，說我買了這一盆之後，我覺得會有人就是來看，開完之後就你們在賣什麼？因為我覺得來這邊參與的話，我覺得很有那個賣東西，他老婆做的東西賣完有沒有？我覺得自己很有成就感，也有一點不放心他，因為就是說他來，比如說他來這麼多東西啦，你看這麼多東西，他要一個人呢，真的是忙不過來。我想吼，就是我自己愛獨立啦，嘿。唔會嘛，個事情攏會喊我老公，這樣子你們話獨立。所以我是講吼，我自己個是會敢去做，敢去搣。我一定要可以就是學習會自己去做我該要做的事情。他做每一件事情，我都是非常的支持他。一開始我會擔心，但是一次兩次的話，我覺得說擔心。也是要讓他自己去做。你擔心的話，你沒有讓他去做的話，他也學不到什麼東西。今日無藥，袂人強哦。幾多少就拿到那個煙油針，幾多少都不來賣啊。來參考看看哦，這個嘛哈。磨3杯是不是？這個都是娘惹糕，我可以一個介紹。這個娘惹糕是香囊葉做的，白白的這個是太白粉，這個是4彩的娘惹糕，有4個顏色，味道不一樣，味道是不一樣，都可以試吃。其實味道是一個有那個香囊的味道啦，因為它香囊味道會比較重。這個2個嘛哈，好，謝謝。說真的，我的膽子會比較大。翠芳的膽子會比較小，就是說他不知道要怎麼開口，但是他已經慢慢已經有進步了啦，他已經慢慢有進步了。來，小姐看看哦，娘惹糕還有嗎？還有。有。一個多少？一個50。2個嘛哈。我的登記他要站在前面了，我跑去後面忙我的事就好了這樣子就不會去吵了，就除非就是真的前面很多客人來了5、6個的話，我就會一起在前面。香蕉糕，那個啥哩？我這個是印尼的香蕉。這個是印尼的香蕉，我就拿這個給人家看。好了，好的。來200。這個，然後一個香蕉。來，謝謝。好。然後再一個娘惹糕。好。180。不好意思。320。謝謝你，謝謝。來，大姐看看哦，這個是豆腐包。我有時候都說印尼的水餃。我這個產品，你沒有主動去撈攬客人的話，人家不知道你在賣什麼東西。主動去撈攬客人的話，他會覺得說，哎，這個到底是在賣什麼東西呢？我可以試看看嗎？可以，就這樣。2塊嗎？大的。剛開始來擺攤的話，我們會拿一些試吃的給客人吃，但是他有時候都會認為說，試吃的話會浪費一些試吃的東西，但是我是跟他溝通，就是說你要給人家試吃，你才知道，人家才知道你吃做的東西是什麼口味。慢慢的話，他會慢慢的接受我的意見。我說的也是蠻有道理的，這樣。剛開始我唔敢啦，我咪敢啦，因為我想我要驚嘛，是講按多年自家己講法，唔得袂自家用半天冇用現啦，所以我想說我的膽量要學。所以我才說，要慢慢的去自己就是問客人這樣子。糯米做的。怎麼賣這個？這個都50塊。香囊的味道啊。這個南瓜也有南瓜的味道香囊就是香囊的味道是這個。謝謝。來，這是香囊的。
就是我覺得就是個甘一啲啦，唔會像冇擺，我喺冇擺攤前後，我覺得我就是講，我是就因為學東西就是去學習，因為我老公就講愛講，你歐陽班買了，佢嘛是就講，我就是試看，係看歐陽班人佢講係講，佢講係啊，但我哋就是我愛看歐陽班人做，因為我冇小號變按快呢啲麼？係啊，就點解想上下就想看用半天滅過好，用半天買東西過好啊，用去啦。我就去學那個青年人的課程嘛，就是因為有認識他們之後，就是才有那個報名報去了，然後去買東西用去啦。Hello， 崔芳。科長，今天賣不錯。我前面我每次來就問你這個問題，生意的。我說今天天氣很熱，可是我想說你在這邊擺攤，一定要過來關心一下。哦，謝謝啦。那你今天有賣哪些產品啊？我就是豆薯包跟那個什麼那個雞肉飯糰，還有那個都沒了。我本來是要來買豆薯包的，因為豆薯包很好吃。這位是我們的那個勞青處的科長，對我們青年隊的科長，他對我很好。青年科科長，他就是就是每一個活動啊，都是會跟他們的那個承辦講說，就是讓我去參加，對，他會推薦我的隊呀，很感謝他。對。主要就是說，我們主要是在培育就是市集的團隊，所以我們有開很多的課程。那我們也鼓勵說，你來上課不是只有上課，目的就是為了讓你能夠賺錢，而讓更多人看到你的產品。所以像我們在課程裡面，我們就會導入很多怎麼樣擺設、怎麼樣行銷，跟客人就是賣東西。所以我每一次只要他們有活動，我一定會來現場看一下，說，哎，到底今天生意怎麼樣？因為這就是我們最終的期待。因為其實崔芳她除了是新住民，她也算是青年，所以是我們服務的對象。所以我其實都不把他們當成是服務對象，我覺得他們就是像朋友、家人一樣。對，就是因為他的鼓勵，然後他的就是讓我去，就是上了很多不同的課程之後，我才就今天有這個。對，而且其實他真的很認真嘛，他甚至連線上課程他都是全勤講。主要就是要成長啦，因為這個市集的話，因為他們的團隊就是請了很多很厲害又很棒的老師，很優秀，所以我們就是他老師的話，可以就是讓我們知道說要怎麼去做，怎麼去行銷這樣子。真的。對啊。妹妹，你要吃什麼嗎？你要吃嗎？哦。選一個你喜歡的顏色。其他的顏色沒了。其他的顏色都沒了。就這個，你試試看。擺攤5、6年下來，我覺得他的膽子會比較大，這是我這幾年觀察的。再來就是說，他擺攤的話，他會覺得說，今天來擺攤，我們夫妻有一個共同的話題，我們夫妻感情會更加的和好。之前就為了有些小事情啦，孩子的教養問題啦，還是晚上晚回來怎樣的話，就會摩擦有啦，小摩擦有，大摩擦我是不會的。要是不跟我講話的話，我會主動跟他講話。3天的話，3天以後我就會來跟他講話這樣。如果唔通啊，嘛使含你講歹數啊，係啊，你是講啊，種現讀唔是蒙牌機啦吼，我先講啦，蒙牌機吼，就是啊就食偏酒，啊袂食酒啦。酒食了攏吼，攏蒙牌用迄攏唔會賺啦，即食白食用說12點咱用3點用賺啦。我講你點樣用迄個法吼，我都唔會隨你哦，食熱兩一無講買哦。啊袂好，啊袂食酒食了用時啊，加偏酒嘛，跟老婆搞了嘛是一種食酒食了唔對人死啊。所以我嘛甲佢講啊，你將會用迄吼，我做了酒迄條，我還不聽你道理下。我的感覺啦，幸好他有改變啦。今日佢冇變吼，我冇可能道理下啦。我做了酒迄條啦。好了嗎？阿乖啦，別那麼急嘛。好，給我了，你走開呀。被嫌棄了。基本上就是說哈，我們講話比較不會那個互相刺激，就是對方啦。會啦，這個會啦，這個會被我們扁掉啦。我是被欺負的那一個，好嗎？很可憐哎。就是我們姐妹就是會有聚餐啊。這是今天就是煮大家就是喜歡吃的菜呀、啊，他們要來就吃得到，他們不來就吃不到。基本上都是義理姐妹比較多啦，哎，台灣人比較少數。哎呀，弄好了先端出去啊，我先把這個炒一炒。娶我太太翠芳
我從一開始我就很信任他，我不會說他會去外面的和別人交的壞朋友，擔心什麼的。他是我要陪伴一生的老婆，這樣。來吃飯啊！哎，鬼，就讓你們兩個而已哦，沒良心的。没有，先裝飯啊，先裝飯。他要負責裝飯，我負責吃飯。有人可以這樣的嗎？ OK， 中午才吃。哎，你怎麼吃那麼多？对，我又没吃过。不可能吧？你没吃过？没有啦，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啊。像這個叫木薯葉，這個台灣人冇人會識，因為台灣人就是吃那個木薯，啊，印尼人吼就是加夾加酥，當做袂識就錯啊。大家都是會然後懷念這些東西，一定會想吃嘛，係啊。所以我想啊，因為印尼買東西吼，我袂做會發吼，我就袂嫌佢豆沙來。像我豆沙吼，印尼人吼是袂識咪好識辣椒。 每10年哈，印尼人哈吃飯一定要有辣椒，因為我現在辣椒吃不落去。像這個我就吃不習慣了，這個很辣，我現在頭已經冒汗。你用麻辣？嘿嘿，我會用麻辣的。從認識到現在，一直以來都是一樣。他們就是對朋友對誰都很熱情，然後很照顧人。她老公比她更好。我上次跟她解釋一下，因為每次找她，我說，哎，你來幹嘛幹嘛？然後叫我過來說我不想出門，我懶得，我叫我老公去載你，他都這樣子。我的個性啦哈，我的個性說我喜歡和一些有認識不認識的朋友，不管是姐妹、台灣人，都會打成一片。慢慢的一次兩次，我翠芳你要出去的話，可不可以邀我一起出去？他們的姐妹男生沒有一個出席的哦，只有我一個出席哦。翠芳會覺得會跟我講說，我們都是女孩子，你不會覺得不好意思嗎？我說沒有關係呀，但是他們姐妹也會慢慢習慣說，每次你老婆出來，你又都要跟，你是怕她被我們帶壞嗎？我就跟他們講說，你們3個5個，我都很信任你們，因為她要帶壞的話，她自己早就去被別人帶壞了，不用等到你們這樣。你是不是聽到台灣你都想家了？我應該被騙過來的。應該算流行吧。那時候就是有一陣子真的流行。哎，流行嫁來台灣，可能也是看人家嫁來台灣，跟着嫁來台灣。因為他教授在台灣。我沒有後悔哦。啊，你沒有後悔啊？哦，沒有後悔耶。像這些的朋友，我們就認識了20年以上。啊，可以保持到這麼好的感情的話，得來不易啊，這是一個緣分。所以我們還是一樣那麼久，都是因為他都沒有心結，沒有小心眼，他想做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伊忙到講袂吼，就是又嘛愛講嘛愛啦，係啊，啊見到佢如果講袂如果上下來，係啊講袂也袂過慢啲來，係啊。我有時候蠻故意讓他發脾氣的。因為他如果沒有發脾氣，都不是他。就怪怪的啊。對啊，都怪怪的啊。反正他越兇，我就會在旁邊搗蛋啊。對啊，就更抓狂。所以簡單說，他都沒有心機的那種。對對對。我們要去我媽媽家，我婆家，對，每天早上都回去。去上班的話，我都會回去看她吃早餐這樣。快下雨了，你要帶雨衣嗎？有啊。應該不會吧？不會。我26歲的時候，我就想娶外國的老婆，因為我覺得說我自己的身高啦、條件啦。要找台灣的女孩子是不容易的，基於父母親的保守，他也不想說大兒子去娶外國老婆。就有一次因緣際會，就是說我大伯的兒子，他娶了印尼老婆，他就跟我爸爸講說，你兒子要不要考慮看看娶印尼的老婆呢？他來很乖呢，爸爸媽媽都很保守，就叫我要問祖先吶。我想說，完蛋了！問祖先，他要是不同意了，我怎麼辦呢？問祖先就是要把3個聖杯。
一直拔了差不多半個小時，也是都沒有。我很生氣呀，很生氣，就是說你為什麼不同意你孫啊、你孫啊、你孫子，就說去娶運你老婆？後來我威脅我那個祖先的話，我就威脅說，你要是不讓我娶的話，你可能就沒有辦法再跟你傳宗接代這樣啊。後來有3個前輩。放在這裡就好了沒？好，我放這就好。好，媽，還食飽未？食飽。好。因為我未食哩。係啊。啊，今日恁孫敢有來？無啊。我對。哎呀，會去佚佗啊？去佚佗。昨車就在整理啊，今日唔去做啊。哦，啊，無甲你講就對啦。我未記啊嘛。剛開始吼，我去到我去我們自己來滴啊，我朋友嘛就人家來嚟台灣嚟啊。哦，我要嘛通到從台灣嚟滴吼，按到好料誒，賺錢的那個地方啦。哦，我就通到安陽縣啦。我就是講，我想幾多時做得來嚟滴，同埋我唔做得，我嘛做得來嚟滴安陽縣啦。反正就是來台灣啊嘛，就是看埋晒當做得啊，來到台灣人國講啊啦。要人家教我就錯啊，我就是來台灣就錯啊。嫁來台灣吼，嫁到唔會發吼，我嘛唔會種媳婦，我特特袂出那麼好，就是出家這樣子。基本上是會跟我家用家管好啦，因為幾多啥就是要希望你看我嘛，係啊，幾多啥要跟我保證說，來到你就是講唔會幫我就是辛苦啦，用一嚟自要無要差啦，機器係要講。所以我來到你台灣的就是看到是真正有啦，有無吼有差，所以我想唔會幫人家騙到啦。媽，就這個。這個啊，大家食。啊，這你當買迄張是去買，這是。那白安尼。你唔知呢？啊，你買唔知我你買。來啊，啊，就只要有哪隻就好。啊，買來再來買。我人來台灣來下吼，就是講台灣嘛安冷啊，不太習慣啦。來到呢啲，我講我老公嘛冇咪講，唔曉講買。我家公家用嘛唔曉講買，所以我家公咪講下買，我家用咪熱啲啲。來呢啲吼嘛家買都唔會講啊啦，就是講他唔是啦，跟他講下家買呢。我去印尼相親，剛開始是邀我爸爸媽媽一起去，啊，一起去雅加達相親。啊，有看了5、6個女孩子，啊，有5、6個女孩子看都不喜歡，啊，其中有一個女孩子早上看了已經看完了，她隔天還要重新裝扮一下，她是剪成短頭髮，啊，就被我爸爸發覺說，啊，你昨天就這個我兒子就看過，你還來看什麼？後來我爸爸就很生氣說，我們這邊雅加達已經看沒有女孩子。我們要過島，過島就是他們我現在這個太太翠芳的島加里曼丹。我加里曼丹去的時候，就是他有安排女孩子在那邊看。第3個才看到他在飯店的那個大廳外面坐着，那種感覺就是說，應該是我心目中的對象這樣。對啊，因為那個時候我是有跟我乾媽講，我是有要嫁來台灣嘛。看到第一個是中藥行的老闆，可是那個中藥行老闆是嫌我就是太瘦了、太小了，又太黑，之後就沒有了。然後我這次不管怎麼樣，我一定要來台灣，不管他跟我講瘦還是醜還是怎樣，不管是怎樣，都是要來台灣的。對。啊，我第一個看，伊就含阮搭。含因大官就同我講計劃，同我直直講啊，同我直直講。第一項哦，是我那37公斤爾啦，足瘦的啦。我講啊有影啦，啊迄邊的人較無啥食。啊，過來這邊你甲看37，即馬偌重啊？蹦蹦就直直大。人較早袂曉吹菜頭粿啦。袂曉做粿，袂曉包粽，伊嘛一個問，攏阮翁甲帶你教，吹粿、包粽啦、炒菜、煮菜、煮湯，攏伊咧帶你教。問到即馬，逐項比我較敖咧。
我從一開始到現在以後，我就覺得那時候我看他，我覺得他很可愛，一張白紙，你知道嗎？就是沒有出過社會，越看越順眼，你知道嗎？就這樣。我小時候是笨的，不是那個。生成的啦，緣啦，人講這緣哦，唔係幾世結來的緣啦。胡先生好。好。就是應該你做的上司的人，應該做這個上司吼，就是來整理辦公室的那個清潔這樣子，對。這是正職的工作啊。來台灣了吼，我就3-4年沒做事，攏種師傅。哦，我師傅很細，然後就是算是打工啦，就是去衛生所啦、移民署啦，還有新住民中心。然後就是在新住民中心遇到了很好的一個社工。佢袂帶我到啥出去啦吼，帶我到啥去看一寡印尼人啊、越南人啊吼，佢教育唔好的啊，帶我到啥出去。佢人真好，佢袂講，家己講用半天教佢用半天就是生活，然後看到他的這樣子，我才想要去當社工，很有耐心的去照顧弱勢的一些不好人的家庭，啊，以及就是新住民。剛剛喺到啥？印尼啲冇脫手嘛，我脫了高中，吼，我就台灣呢啲哦，按道理講吼，大學讀完之後，就是有一個學歷的話，對自己好，然後就是會比較好找工作，我就很用想啦。所以我想講吼，我去讀書讀4年嘛，出來看咪就是長期用心做事啦，長期用心去照顧其他的人。可是出來之後，我去實習，我知道吼，冇愛上了安好呢，冇從崩敗用安好。我覺得做清潔工會比較輕鬆，因為社工沒有那麼輕鬆，因為社工做起來就是會壓力會很大，跟孩子疏離得很遠，所以我覺得說，現在的社工跟以前我知道的社工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覺得這樣工作比較輕鬆，然後老闆娘不會管我啊，我要怎麼做，我要怎麼樣，隨便我。像剛才講的，因為做什麼都不會被限制，因為老闆不會跟你講不會管你很多的話，你就會覺得對自己有信心。對自己就是不會說被人家看不起，因為我跟我老闆娘講過，因為我從小都被人家講說我一個不好的孩子，因為我一出生就有2顆牙齒，人家說會吃父母，父母會很早就沒命，可是活到現在是沒有，因為這是傳言而已。對，我從小就被家裡的人被排斥。從小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怎麼講，因為我從小都沒有人喜歡的一個孩子。這個陰影從我小的時候到現在，我就是很深刻，所以我從小到大，我就自己會很努力，所以走到這個地步，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也是走我的路。我覺得說有一個學歷在，
我覺得以後有人看到的話會用，因為我很多新住民都沒有學歷，對啊，然後他們基本上來到台灣不會像我這樣子讀到大學，會有基本上20%或是10%才會有。我是鼓勵啦，就是有姐妹如果想要上是可以上啊，可是他們家人的可能不允許。每一個家庭都不一樣，幸好我的家庭，我的老公、我婆婆、公公都很支持我，所以我做什麼都 OK， 所以我可以大學畢業，所以我來到台灣可以完成我這些事，所以我覺得台灣對我來講真的是很好一個地方。翠芳，有吴先生，来，我先跟你講哈，還是，我們先把這個先澆頭，好，好，澆到那個水這樣子溢出來之後，因為它是針葉的，對，所以我們把葉面都把它給澆濕，好，甚至我們可以往這樣子裡面沖這樣子，好，這樣，來，你試試看，來，好，讓它這樣子澆濕這樣。這位是我老闆，還有胡先生。大家好，好這樣子。我老闆對我很好，他都不會念我。他蠻認真的，對啊，交代的事情都會做啊，不交代的也會做。那當然啦，就是他自己會找事情做啦，不用我們說啊，你做完這個，你這邊沒有做，不是，他會主動的去找事情。把事情做好這樣子，翠芳也待了蠻久了哈。對，好像快10年了吧。對啊，相處久了嘛，大家都彼此知道這個彼此的這個工作的習性。對啊，我老闆娘都很好。翠芳也很會煮哦，我有朋友吃了她的那個涼惹糕哈，還會來拜託說，翠芳你幫我定製幾盒。這樣子是不是這個樣子？對，有啦，老闆娘都有跟我講啦。哎呀，謝謝你們啦，就是可以讓我推廣一下。回購率還蠻高的。就慢慢教哈。好 ，OK， 謝謝。好。因為很多人講說，當就是清潔工是比較低層的人，可是我不認為。因為現在都很需要清潔工，在這邊自由不打緊，壓力不會那麼大。老闆娘都對我很好，大家都是好像我的家人。全场最吵是你。猪臉湯，對，我要講到都沒有的。對啊，快點，豬臉湯。對啊，現在就是很難得，就是一道菜轉來就是上下一隻轉來一隻沒轉來，邀約這樣子一起吃飯，真的很難得，很難得。超級熱鬧的，超級就是講的話有時候真的是氣死我了孩子在講的話有沒有，我們也沒有辦法插進去啊，就是這樣。我就默默的自己吃飯這樣。煮什麼沒來想？他沒有選。他忘記加鹽巴了。有啊，我放鹽巴。湯啊。蒙白我讓來台灣來下有師傅，自家沒有經驗，師傅嘛自家帶的。蒙白我是了，我冇買條講尾，講尾本人甲講的時陣講我師傅甲我講。你按很兇，然後講話又很大聲，而且我師傅剛才就是沒有那麼親近。後來我就想說，我要怎麼去改變我自己？然後就是因為我在出來教學之後，我覺得說，對第三人師傅好，是那麼多自家師傅好，我自家啦變得好，本人家看得好，我師傅嘛看我自家好用心啦。讓孩子不會看不起我，然後要好好對他們，就是要讓他們知道說，我不是很不好相處的人。不會因為你想太多了，你不想了。沒有人知道我媽媽是有多美的。不會有人見面第一句話就說，你媽媽哪裡人？這一無聊。對啊。
以前人家不會。以前也不會啊，我讀書的時候我也沒有被問過啊。都嘛是想太多了吧？聊天聊來的。對啊，可能工作壓力大，然後回來就莫名其妙就開始罵人，做小孩就是會滿臉問號，然後後來就他們可能自己想開了，這樣就跟我們像朋友這樣相處。我覺得像朋友這樣子，能聊什麼就聊什麼，然後打打鬧鬧，我覺得這才是我們這些年輕人想要的，不要說像那種傳統觀念那樣。啊，他們可能有想通吧。沒有想，什麼叫想通呢？畢竟小時候都想玩，然後爸爸媽媽就覺得不要往外跑，但我們就會想要往外跑。從我出去讀大學開始，他們好像有變，好像跟之前不一樣，就是小孩好像長大，不應該管那麼多。不然之前常常吵架，時不时就大小聲。不然冷戰2年了1年吧，1年多啊，1年多。一人1年嘛。沒有，我哪有1年？哎，我發現媽媽之前會講氣話，你以後都不要來找我，有事就去找你爸爸。現在也會啊。他現在會啊，他現在氣話做不到啊。因為我們看得懂。他講氣話沒有用，是因為我們有能力，我們有在賺錢，想出去就出去，他管不了我們。所以他現在講氣話真的沒有用，所以他現在比較不會了。繼續保持啊。加油！加油啊！不要，我加油啥？啊？为什麼不要？那很不錯啊。這一點我真的他覺得很大的改變。他之前跟小孩的相處都是他扮黑臉，我扮白臉。他去關懷姐妹的時候，他會聽別人的姐妹跟孩子相處的話，奇怪，你這個教孩子這樣是不對。他看別人的錯，他發覺說，自己我也有這個錯呢，但是我會自己他會修整。現在跟我們3個孩子都相處得很好。給那顆蛋拿來啊，打下去了。因為改變不了別人，就是改變了自己比較快啦。我如果沒有這樣子的笑容，沒有這樣子的態度的話，他們不可能會親近我。第一次看到連煮菜都會緊張的。不是緊張啊，你們那邊吵水。其實我是真的很想來台灣啦。我喺網絡下就是接落北人來講吼，講你來人的地方吼，你咪好你命會過好。佢講我真正的錯哦。來到台灣，我你啲吼，不管是我家用家幹，還是撇山人吼，那唔會就是看愛摸就錯啊。係我去到了你啲吼，乜嘅東西就是講吼，愛讀書啊，吼，愛去學物界吼，攏就是很順利啦。就是我的夢想，什麼都在這邊都實現了。我是蔡翠芳，謝謝我先生和孩子支持我，然後就是讓我可以更快樂，然後又就是有幸福美滿的家庭。不行了，你看了幹。你爸爸後面你這樣怎麼？啊，你用包包給你。有沒有兩個走了晃來晃去？不知道。我想要一台餐車。啊，好難哦。你努力啊，你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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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金上支持你。有夢最美。沒錯，加油！加油！不要想要靠小孩，不可能。自己好好努力，你還可以上班的。加油！誰靠你？